感谢了。纽约的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真的非常的感谢。哎呀，我的发小，哎，谢谢你们的花，谢谢你们的捧场。那么真的非常的感动啊，大家的掌声。那么我第一次来到纽约，心情是非常的激动，也首先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们的支持。今天下午来到这里来捧场，看我们演出。那么再一次呢，我想感谢就是一台晚会哦，真的是台前幕后付出很多，特别我要想就是把掌声献给我们幕后英雄乐队的所有老师们，他们今天是很辛苦的，从一开场到现在没有停过，所以呢，我知道大家的掌声了，但是我们再一次响起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们，谢谢。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，今天的专场也是与平时不一样的，是我们纪念一代宗师徐玉兰老师。虽然他离开我们2年多了，但是他的流派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徐玉兰老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谢谢。今天呢，策划者是我的老同学吴收飞，他是王文娟老师的海外弟子，所以呢，他也付出很多。接下来，我有请我的同学吴收飞，又是今天的总导演，大家掌声献给我的老同学。谢谢大家，真的，他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今天你也是最出彩的。祝贺你啊！那么今天演出非常成功。那么最后，我想跟吴淑菲2个人合唱一段，好不好？今天为了纪念我们的宗师徐玉兰老师，那么我特意选了一段徐往派的《孟丽君游上林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谢谢，谢谢。唐山塔风流仙故事。
向你来困呐，快云中红叶飞过深深林，青裤子吃鸟乃是安静。乘着文吃鸟，手里你看他的不见白日依，快去边一片冷落。青裤子出来心在相思草，草木有情也相思梦里情，人上钟情心我了，哎呀心我了。山山树木山相思草，乘着问是人是终于欢喜草，不知草木实有情，真理寻神经当地草经。摇动，他舒舒坦坦挂上风，他已在路上生命，看他已用造家工，丞相啊，请问才是人上去。谢谢，掌声再次送。